家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称，4款中国大华监控摄像头在其网站上的视频分析显示，它们具有识别种族、肤色和新疆、西藏人面部的功能。大华对此供认不讳，虽编程网页内容早已过时，但不否认其为商用之外的需要提供服务。大华的转正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中国杭州的视频监控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其市场份额在2015年就已经位居世界第2。这是 APVM 在过去几年中对大华科技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定制监控设备的第3次调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月初否决了美、英等西方国家提出的就维吾尔人权状况辩论的议案。议案由最终以17票比19票遭否决。11个国家投弃权票，投反对票的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投弃权票。马来西亚最大的独立报纸之一今日大马就此事收起舆论，表达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有网友们问，为什么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及其总统阿卜杜勒哈迪阿旺不听维吾尔人的呼声？由鉴于过度依赖俄罗斯引发的天然气危机，德国开始重申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德国外长周二重申要谨记俄罗斯的教训，调整对华政策，以免面临政治勒索。德国外交部长别尔伯克周二表示，在调整对华策略之际，德方必须避免犯下以往高度依赖俄罗斯的错误，无过度依赖中国经济。据 BBC 报道，中国取报以巨额金钱引迫前英国军方飞行员，让他们将专业知识传援给中国军方。据悉，多达30名前英国军方飞行员前往中国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国发布情报警报，警告前军方飞行员不要为中国军方工作。英国武装部队大臣哈佩表示，当局欲将飞行员继续从事这类训练活动定为违法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北京希望大幅加快夺取台湾的时间表。布林肯昨天与前国务卿莱斯共同出席斯坦福大学一场论坛。布林肯说，中国已做出了一个根本决定，既不能再接受现状，北京决心在更快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据报道，美国科技巨商苹果公司暂停了使用中国一家国营公司生产的记忆芯片的计划。美国政府最近点名对这家中国公司采取限制措施，并采取范围广泛的大动作，加强针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措施。